水阁好。国情解说2句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比咱俗语一句话来讲，讲清朝时代3日一小反，5日一大乱。目前国情去变出讲过去诗人所写的汉诗印证讲战乱造成车厘子散，造成家破人亡。清朝时代出名的诗人林占梅一首《过园江买庄》诗句，安怎样写？你甲听看卖。头一句讲：星血吹风扑面凉，萧条何处觅春踪。千堆白骨皆心痛，十里冰沙是战场。落日昏黄闻桂哭，天琴乌叶断人肠。当年此地人机密，转眼风凉背柯伤。园江买庄讲起来是自郑成功来的时阵，就开始有人来这咧大地咧结市，结果谁知？因为当地军坐位戴兆春起义。林占梅本来新德人，新德地真出名，伊这读册的人，佮兼好业人，结果就是地方一寡土匪听着讲，哦，开始南部有人咧乱啊，就安尼召集扰乱地方的治安，出来抢人，出来劫人。林占梅前卖一寡田园，组织义勇军，要固守一个地方的平安。尤其到过当年，伊佮徛伫清朝政府迄边，起兵去拍戴兆春。战乱平定了后，伊落南去到园江买庄看。国情头拄仔咧讲，过去郑成功来的时阵，就开始有人搬来遮住，这算已经自早就已经人住到目睭睭的所在。像啥林占梅来到位尔，伊诗句写讲：萧条何处觅春踪，已经大家拢搬沙开去了，眼来看到，敢若有这一捧桶啊，遐一捧桶啊，千堆白骨皆心痛。十里冰沙是战场，本来平洋地，结果战争造成甲讲，大家四散，有庄头或甲无庄头，可怜。日头落山黄昏暗的时，听到毋知是人还是鬼的哭声，尤其乌鸦啼叫，这款的声，引人肝肠寸断。林占梅毋是普通人呢，伊是真正变卖家己的财产，徛伫咧政府边。要来平定战乱的人，所以这个诗句，伊的体会比人加倍深呐，千丝万句写台湾，世情山水，台湾的历史，甲台湾人的人生观。